發展商呢，你覺得佢想你嘅管理費係越多定係越少好呢？發展商賣樓梗係希望樓價升啦，係咪？明明係可以賣1萬蚊尺，希望賣到12000蚊尺啦，但係管理費呢？發展商呢，起碼售樓部門嘅人呢，就會同我哋啲物業經理講呢：「喂，管理費平啲啊！點解啊？方便佢賣樓啊嘛，係嘛？賣樓容易啲啊嘛。咁但係我哋作為物業經理，喂，你定到我個管理費咁低，到時唔夠做嘅時候，你估你賣咗樓之後，你會唔會俾翻啲錢我？梗係唔會啦。你賣咗樓分咗 bonus， 你會唔會分俾我啊？梗係唔會啦。你諗多咗啦嚇。大家好，我係 Emmet， 同大家分享下關於物業管理嘅一啲嘅趣事啊！我喺中港兩地做物業管理做咗好多年啊，咁對於兩地嘅一啲嘅物業管理嘅嘢呢，就有少少了解下。咁同大家講下呢管理費。管理費呢，首先一樣嘢你要知道，喂，究竟點定嘅先？喂，你話喂，而家我個月頭每個月都交幾千幾2000蚊管理費嘅噃，究竟呢個管理費係點定嘅？邊個定嘅？嗱，首先一點，管理費，如果你係私人樓，你買樓嘅時候呢，其實發展商喺賣樓嗰本樓書嗰度呢，其實都已經寫咗幾錢尺噶啦。物業管理裏邊呢，係冇幾多錢尺呢回事嘅，幾多錢尺呢？係地產講嘅，係咪？你買樓幾錢尺，你租樓幾錢尺，管理費又話幾錢尺，但係管理費其實呢，你揾人成本公契呢，或者係344法例呢，都冇講過俾你聽係幾錢尺嘅。點解啊？因為喺公契裏邊呢，其實係講緊幾多個業權份數，即係以業權份數去計算佢個管理費嘅。有啲呢叫不可分割業權份數，一定係通呢個噶啦。另一種呢叫做 management share， 即係管理份數。咁用呢一種嘅方式呢，喺法律上呢去計算點樣定嗰個管理費嘅。呢個第一點大家要知啊。咁但係問題就係，即係地產嚟講呢，如果講幾多錢一個份數呢，冇人聽得明嘅。一定係講緊幾錢尺嘅，係嘛？咁所以呢，我哋通常嚟講呢，發展商呢，我哋計咗條數俾發展商，發展商賣樓嘅時候呢，就要求我哋呢就轉換咗佢，即係大概幾錢尺啊咁樣啊。咁呢，等佢哋呢賣樓嘅時候呢，容易同大家呢啲各位準業主呢去解釋一下，即係幾多錢啊。好啦，咁同大家分享少少一啲得意嘢。嗱，發展商呢，你覺得佢想你嘅管理費係越多定係越少好呢？發展商賣樓梗係希望樓價升啦，係咪？明明係可以賣1萬蚊尺，希望賣到12000蚊尺啦，但係管理費呢？發展商呢，起碼售樓部門嘅人呢，就會同我哋啲物業經理講呢：「喂，管理費平啲啊！點解啊？方便佢賣樓啊嘛，係嘛？賣樓容易啲啊嘛。咁但係我哋作為物業經理，喂，你定到我個管理費咁低，到時唔夠做嘅時候，你估你賣咗樓之後，你會唔會俾翻啲錢我？梗係唔會啦。你賣咗樓分咗 bonus， 你會唔會分俾我啊？梗係唔會啦。你諗多咗啦嚇。咁所以呢，喺我哋嚟講呢，發展商內部呢，作為物業管理公司，一定同佢售樓部呢，喺管理費上邊呢，係一定有一場仗要打嘅啊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定管理費，首先一點，究竟管理成本係幾多先？嗱，管理成本呢，有一個好重要嘅嚇。管理成本有睇3件事一定要睇嘅。第一，大廈設施越多，管理支出就會越大，呢個係肯定嘅。一個大廈裏邊1000伙，一棟樓同2棟樓同3棟樓都係1000伙，會好唔同，係嘛？因為每個座頭都要擺人，係嘛？又要分開日更，又要分夜更，咁你人數就會多咗。一棟樓咁咪2個咯，係嘛？加埋替更咪3個咯，俾夠你4個嚟，係嘛？但係如果你3棟樓、4棟樓都係1000伙，咁就唔係咁計嘅咯喎。咁啊4就要乘4，變咗16個人嘅咯喎。嗱咁咧就會好唔同啦。再加上設施越多，你到底有冇會所先？居屋咪冇會所咯，咪平啲咯。私人樓喎，豪宅喎，係嘛？咁啊梗係啦，你設施又有會所又成，咁啊梗係多啲啦。另外啦，伙數越少，分攤管理費就梗係會越多。10個人食一餐飯，1000蚊，每人就100蚊。但係如果1000蚊裏邊唔係10個人去食，係5個人去食呢，咁咪每人200蚊咯，咁咪多啲咯，係嘛？即係分攤呢就會唔同咗啦。第三，樓齡越舊呢，你維修嘅需要嘅保養嘅成本就會越高。
咁所以你個管理費咪會多咗咯。所以咧呢個咧可以解釋得到。有啲人咧都話：喂，我明明住緊呢度，我係得嗰個百人錢一尺管理費，但係點解咧隔離咧係嘛？即係佢嗰度咧可以過半㗎咁樣。咁你要睇啦，究竟你係咩幾多樓齡啊？同埋咧佢隔離咧係咩樓？喂，我哋呢度私人樓有會所，佢隔離居屋嚟嘅啫噃。咁啊，梗係唔同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管理費點定咧？首先一點，你嘅管理費。你嘅管理成本係幾多？扣除埋管理人酬金，扣除晒所有嘅呢啲咁嘅成本之後，最嬲尾咧，起碼我哋唔好蝕先啦。嗱，作為專業嘅物業經理咧，我每一年提交出嚟嘅預算必須要係平衡預算嚟㗎。如果唔平衡，咁點啊？唔夠錢，咁你得兩個選擇：一減管理成本啦，二加管理費啦，係嘛？咁你來來去唔係一開完就係節流㗎啦，咁啊得兩個方式嘅啫。咁所以管理費係點定呢？就係按照咧剛才我提到呢幾種方法咧去定出嚟㗎啦。好啦，下一步咧我就講下財務報表啦。嗱，喺344法例裏邊咧係有硬性嘅法例要求咧，每一年嘅財政年度完結咗之後，需要揾獨立嘅核數師去做審計，不能不做啊！不能不做，做咗出嚟，每年要攞上去業主大會上邊呢個議程裏邊呢，係財務報告裏邊呢，俾整個業主大會去省覽嘅嚇。呢個係法例要求，不能不做嘅。喂，咁我唔做咁點啊？咁樣大有人在，唔做呢，其實係每個委員嚇，講緊每個立案法團嘅委員個人要承擔25000至5萬蚊嘅罰款㗎。啊，所以咧，如果你係業主立案法團嘅委員咧，請你緊記，唔好唔做審計啊！嗱，審計報告出咗嚟之後，就會睇晒全年嘅財政，到底咧屋苑嘅情況係點樣㗎啦。有部分一啲物業經理咧都出現一個情況，佢唔係好識睇財務報表㗎。啊，財務報表咧，一般嚟講咧，大家咧都會淨知道咧就係睇咩咧？睇 profit and loss 啊，睇 IE。咩叫 IE 啊？即係 income statement， 睇佢每個月嘅大概咧嗰個收支。嗱，其實如果一個物業經理佢淨係識睇呢個 profit and loss， 淨係睇呢啲咁樣咧係不足夠㗎。佢仲需要睇埋咩咧？個 balance sheet 啊，balance sheet 即係話你嗰個整個嘅睇到整個大廈目前個情況係點。咁如果你作為業主咧，其實咧我都建議大家咧落去樓下睇一睇，應該每個月頭咧係有貼出嚟嘅。不過貼出嚟嗰個咧係 profit and loss 嚟嘅啫嚇，每個月嘅一個嘅 income statement 貼咗出嚟。但係咧，如果你作為負責任嘅業主咧，其實我建議咧，你係最好咧問管理處攞你嗰個 balance sheet 去睇一睇，因為咧最重要睇到咩咧 account payable 同埋 account receivable， 即係話應該俾嘅錢未俾，應該收嘅錢未收，咁咧你就會了解清楚啲咧整個屋苑咧目前嘅財政狀況。更加重要一點係咩咧？你個 cash flow， 即係你嘅現金流。嗱，任何公司咧，任何做生意咧，無論你生意幾好都好，如果你嘅現金流出問題咧，一定會出大問題。作為屋苑嘅一個嘅運營管理嘅情況下咧，如果你冇足夠嘅現金流咧，會出現咩情況呢？好容易會出現咧，就係有啲應該要找嘅數你找唔到，咁導致到有啲服務咧會被中斷，係嘛？你電費都冇錢交，咁啊冇辦法㗎啦，到時俾人 cut 電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呢啲咧就要好小心，要真係要咧作為委員咧或者一個負責任嘅業主咧，我都建議咧大家咧落去睇一睇嘅。